睇樓市師見，我哋先睇睇最新一期 CCL， 報136.24點，按周跌0.34%，連續8週喺136點水平窄幅增持。今日咧，我哋除咗有施生喺度，亦都請嚟中原地產工商部董事總經理潘志明先生咧，嚟同我哋一齊分析之下中美貿易戰休戰之後咧，香港嘅經濟情況。兩位你哋好。係，你好。係咁，中美咧早前就宣布達成咗協議啦，貿易戰暫時停火，對於香港嘅轉口貿易、金融市場帶嚟啲咩實質性嘅影響呢？寫字樓同埋工廈市場嗰啲租務情況有冇因為咁而受惠呢？乜先生講先啦。你頭先嘅描述係有啲失誤嘅，我認為中美貿易未曾取得協議嘅喎，亦都冇休戰，只不過咧就大家有一個協議，以後點樣談判落去，係唔係貿易嘅條件已經達到一個共識啊嘛？只不過話呢樣嘢都有排傾㗎啦，咁短期內都傾唔埋㗎啦，即係如果要行美國嗰套咧，其實就美國自己都頂唔順，所以佢唯有咧就休戰。休戰唔係整體休戰，就唔再行佢要求最高嗰紮，要求差唔多去到250點咁，50%嘅。佢自己都話呢個數字，即係呢個要求咧係超高嘅，唔符合現實，亦都好難落實到嘅，所以佢咪將佢押後90日咯。呢個90日其他嘅國家基本上都有嘅，不過喺呢90日入邊咧，就佢都仲要收原本嗰啲叫芬太尼嘅懲罰性嘅關稅20%，前後有2次加咗10%，拉尾對等關稅咧話要交34%，咁佢都要收住10%先，咁加埋佢第一輪嘅嗰個，即係佢初次上任嘅時候都加過關稅嘛，嗰度都差唔多20%有多嘅，咁加埋咧成50%嘅，咁而家就進入第二階段嘅討論。咁最後傾成點咧就唔知嘅，而家都仲係埋緊牙噶嘛。咁有啲咩影響咧？其實睇到個影響咧係都唔少嘅。第一個咧就美國自己原來都捱唔住嘅，佢用加關稅嘅方式諗住打壓中國，中國咧都仲頂得順，佢自己要主動要去妥協啊嘛，咁所以咧就加關稅，其實證明咗咧會損害中國嘅同時，亦都會損害美國，因為美國好多日用品都係喺中國買嘅，亦都唔係好快脆可以唔買中國就美國自己生產。唔好話美國自己生產唔到啦，去其他國家生產，其他國家都唔係咁快有一個生產能力去承擔嘅，所以替代能力係好低嘅。咁美國啲超級市場啲貨架開始都即係冇貨賣啦，咁所以呢個睇到咧，美國其實都係有弱點嘅。另外咧，就呢次亦都睇到咧，美國加關稅唔單止世界各國都唔贊成，連美國自己都好多人唔贊成嘅。
有啲州啊告特朗普啦亦都連國防武器嗰啲都可能冇稀土而受影響，咁所以咧就美國嘅弱點就因而暴露啦。另外就係由於國內除咗經濟學家、知識分子提出反對意見之外咧，最重要係手上有錢嘅投資者啊，都用行動投反對票。佢哋係賣咗啲美元資產就離開美國去買其他嘢啦，唔再信任美國啦咁目的投資咧都降低咗美國嘅主權信貸嗰個評級嘅由3個 A 好似變成 AAA1 啦咁即係特朗普自己都打咗個突所以需要即係重新部署。咁呢種情況咧一個咧就世界知道特朗普靠嚇嘅啫，佢所定出嚟嘅嘢未必執行到，佢自己都未必執行到，所以就本來好擔憂，到而家咧就發覺唔需要好似之前咁擔憂。另外有一個最重要嘅嘢咧就係除咗話股市跌之外，連債券都跌，因為債券市場一路都係一個避險市場嚟嘅，啲人唔買股票就走去收下債息，覺得穩穩陣陣。而家連債券都跌即係美元匯價又跌，咁變咗咧就好多資金就流出美國香港呢一輪就資金氾濫啦即係同業拆息又下降啲投資市場又重新有啲資金流向買中國嘅資產咁呢個都係對香港嘅金融市場投資環境產生咗好深刻嘅變化嘅。咁呢啲變化我相信仲演變緊咁會演變對香港有咩影響咧？不如俾翻Stanley 潘講啦。好啊。其實頭先施生都講咗好多。其實做生意嘅咧，就而家講喺香港咧，佢最主要就反映喺租工商大廈同租寫字樓嗰個狀況嗰度。其實如果我哋睇翻咧，就平均每一個月香港如果講緊寫字樓嘅租務成交宗數咧，其實咧喺近呢1年嚟計咧，平均大約都係300幾宗到400宗咁上下。咁而工業大廈咧，即係好多佢都係做緊一啲半辦公室嘅用途咁咧就平常時間咧都講緊有成500宗600宗嘅租務。咁但係實際上咧就喺2025年即係如果講第一季去到4月份咁先算啦。咁而家就5月20幾號啦。咁如果你計一計咧，其實整體嗰個租務成交宗數咧，其實係少咗嘅。因為主要嘅原因咧，即係其實如果我哋睇翻即係特朗普係再重新啟動今次嗰個關稅戰咧，其實對好多做生意嘅人嚟講咧，佢就產生好多憂慮，好多不確定性。咁尤其是而家整體租寫字樓租工商大廈都好啦。咁第一，經濟環境問題，佢哋又唔會租太大嘅地方。第二咧，亦都因為咧就嗰個即係租金亦都有下調，同埋大家都想將嗰個租金成本降低啲咧，都一係咧就租細啲地方，一係咧就由貴嘅地方租去平嘅地方，咁盡量咧就將嗰個成本去壓縮。咁尤其是踏入4月份咧，關稅戰嗰個狀況打得比較激烈啲咧，其實好多即係我哋叫做 relocation 即係重新再去揾地方嗰啲咁嘅活動咧，都少咗添嘅。咁所以咧就令到而家成香港咧，就係大家都知道寫字樓嗰個空置率咧，
平均水平啊，全香港嚟計都去到成15-16% 嘅空置。有一啲地區，尤其是一啲工貿區啊，或者一啲新發展嘅工商區咧，其實佢個空置率去到18-20% 都有，其實都幾嚴重嘅。咁甚至無，就算去到我哋核心CBD 中環嚟計咧，都講緊有成12-13%，咁都算係一個頗高嘅水平嚟嘅。咁但係佢個消化力度又相當慢啦，即係如果睇翻咧嗰個空置率維持喺10幾個%到20%呢一個範圍咧，其實都維持咗成2年幾㗎啦，已經都冇特別令到嗰個空置率下調。咁啊，再者咧就係睇翻咧就有啲新落成嘅寫字樓大廈啊、工商大廈咧，又變咗多咗新增嘅供應量。咁啊，此消彼長咧，嗰個空置率咧高居不下。同埋空置嗰個面積咧累積去到成1000幾萬尺，咁所以咧都睇到整體，就算而家係講緊剛才講緊話啊，即係中美係咪緩衝一段時間先至再去談判嗰個關稅咧？就算未有呢件事情出現都好啦，咁整體嗰個工商大廈同埋寫字樓嘅租務活動咧，都唔係太活躍，都比較平淡嘅，而家都係。不過就另一個角度去睇啊，就我就冇咁悲嚇。呢次事件之後咧，我頭先講一個咧就係流入香港嘅資金多咗嚇。香港今年嘅IPO 即係新股上市啦，個金額亦都升咗好多。一啲投行啊，一啲嗰啲分析報告啊，都提議啲客戶而家可以留意下中國方面嘅投資咁變咗咧，香港嘅金融業嘅前景咧係有上升嘅。咁香港嘅經濟啊，主導力量係金融啊嘛。如果金融好啲嘅話咧，經濟好啲，對寫字樓嘅需求咧，有機會改善嘅。而金融業租寫字樓咧係出手闊綽啲，佢哋承擔到嘅租金咧亦都係高啲嘅。咁呢方面咧係改善緊。改善同價格啊、租金啊出現變化係兩回事嘅。有啲係苗頭嚟嘅啫，即係喺肚入邊有啲芽爆出嚟，都未曾長大，更加未到綠樹成蔭啦，但係有啲苗頭都係好事嚟嘅。即係香港嘅金融業咧係改善緊。另一方面咧，就係利息係下降緊嘅。嗱，要寫字樓啊或者商業樓宇個買賣市場得到改善咧，前提咧應該係租金見底。租金唔落啦，投資者先夠膽去買噶嘛。如果係租金跌下又一級，跌下一級，我買咗翻嚟，我收到個租咪越嚟越少，收到個租少咗，回報率低咗，個資產價值一定會下降嘅。所以啲人就租未跌定咧，就唔夠膽買嘅。但係令到樓價上升，除咗係租金上升可以托起嘅樓價之外咧，另一個咧就係利息嘅下跌啦。嗱，租金唔使升啊。嗱，之前市好嘅時候租金唔升，不過利息跌咗咧，大家咧就接受一個低啲嘅回報率啦。如果你接受一個低啲嘅回報率咧，你就令到嗰個價格就有機會上升嘅。咁而家咧實際上出現咗一個咩情況咧？就係放錢落銀行，收到個息越嚟越少嚇。2個月前都仲有3厘幾嘅嚇，而家咧就如果你1個月定期啊，
1厘都收唔到啊，得0點幾厘啊！哇！原本如果你話銀行利息4厘5厘，寫字樓收到2厘幾，梗係冇人買啦。喂，而家銀行得0點幾厘，哇！寫字樓如果有2、3厘回報啊，哇，都似乎唔錯啦。呢個時間咧，而家未曾好長嚇，即係同業拆息低啲啫嚇，即係唔應該低到同美息有咁大距離嘅。咁但係美國整體嘅利息都係睇跌嘅。如果嚟緊利息係跌嘅，揸住啲現金擠落銀行係好少息收嘅，就會將啲資金咧從銀行的系統趕出嚟。佢冇乜好投嘅時候，發覺寫字樓而家有3厘，有啲仲有4厘，咁本來唔吸引嘅，利息高嘅時候3厘4厘唔吸引，但係利息得返1厘咧，咁就會吸引，所以唔使一定租金升啊，回報率周圍都低咗之後咧，銀行利息低咗之後咧，就大家接受低啲嘅回報率。咁樓價都會好嘅。佢最近啊，先生，最近咧就我哋見到工商同寫字樓嗰個市場咧，其實同你頭先講嗰個説法，可能有一個原因喺度，就係嗰啲用家開始買。咁本來啲用家以前係租開其他地方用嘅，咁但係咧可能因為都見到其實香港整體工商啊寫字樓嗰個物業價格下調個幅度咧，其實累積跌幅都相當大嘅。累積跌幅咧，如果講工商大廈由3成到5成不等都有，甲級寫字樓咧講緊哇最高峰跌到去成超過6成、7成都有嘅。咁但係有一部分嗰啲企業家、用家嗰啲咧，其實就喺呢一段時間咧就有物色到一啲自己啱用嘅物業咧，自己買咗佢。咁啊買嚟做旗艦店又有，買嚟做集團總部又有，咁啊亦都有一啲咧就係以往嗰個價錢咧，可能都有睇過。我哋試過跟一啲客跟咗成2-3年，佢2年幾前、3年幾前睇過晒㗎啦，已經可能嗰個價格未啱佢嗰個心目中嗰個要求，咁啊等到去到舊年啊，今年尤其是第一季咧就開始就出手買啦。咁可能覺得個價錢就算頭先阿施生講話，租金見底未呢？其實未見都唔會相差得好遠啦，因為累積租金跌幅都超過咗成3成有多啦，已經係，即係佢再大幅下跌嘅機會唔算太大，而影響到佢嗰個賣價亦都大幅下跌，兼且咧有一部分嘅貨主嗰個財困壓力都比較大，咁所以咧就令到啲業主咧有時你還價俾佢咧反而佢又肯遷走一下。就讓咗俾嗰個用家，咁所以最近咧就多翻一啲咧用家入市嘅買寫字樓啊、買工商大廈嗰啲咧，咁啊最近都出現多咗呢啲個案嘅嚇。住家即係住宅咧，用家會買嘅機會就大過寫字樓嘅，或者因為做生意嘅人咧就需要資金噶嘛，你買寫字樓啊、買鋪啊都困死一部分資金，影響你做生意噶嘛。咁所以咧就除咗啲華人嘅老細之外咧，外國資金係好少會買寫字樓嘅，佢哋唔好話寫字樓唔賣，鋪都唔買嘅。嚇大牌子，佢會喺好旺嘅地方。租市好租好貴佢都去，但係你要佢買咧佢就唔制嘅。最近咧有一啲個案好特別啊，尤其是有啲工商鋪嘅一手發展商，咁基本上佢哋而家都係想沽貨套現㗎啦。咁有部分咧就有一個幾聰明嘅做法嘅，佢將一啲全棟新樓，如果有啲用家連續買入1-2層或者大啲嘅樓面咧。佢俾埋個命名權佢，嗱咁有命名權又差好遠喎，因為嗰個命名權你成棟大廈用你公司嗰個品牌嚟做名稱咧，咁對嗰個公司嚟講話，咁佢個形象又提升咗，咁呢啲係其中一個吸引力。咁但係當然啦，一棟大廈就得一個命名權啫，咁所以咧嗰個個案咧係有，但係就唔算話太過普及。華人咧就重虛榮，所以又會買命名權，我就冇乜興趣買命名權嘅，咁但係即係呢個情況咧都睇到啲有貨喺處嘅咧，
其實佢想出貨咧，佢就要搭一啲優惠條件喺度啦嚇。咁整體嚟講咧，即係寫字樓啊、商鋪啊，都係承受緊相當大嘅壓力嘅。但係成個利息嘅大環境咧，係走向有利於投資嘅。咁所以就住宅咧就可能今年下半年就會見底嘅機會好大。住宅市場好返啲嘅時候咧，寫字樓其他商用物業嘅吸引力都會增加嘅。住宅物業可能3厘零4厘，但係寫字樓個鋪位而家閒閒地都4、5厘㗎。5厘以上，我哋試過最近要賣得出咧就要5厘。其實主要如果你話連租約買入就係吸引有資金嘅投資者啫，佢買嚟收租啫嘛。我哋最近成交一啲，大家參考下。我哋做過最高成交回報嘅物業咧，9厘半。咁9厘半，嗱佢有2種嘅比較高厘數，一係咧就幼稚園，一係就老人院，即係佢呢種物業就嗰個行業類別比較狹窄啲。咁但係當然啦，佢都係有付租能力喺度嘅。咁所以好多買家就受到呢啲吸引啦。咁你而家擠銀行定期2厘都冇，咁如果你收到個物業1厘都冇，咁唔好話9厘幾啊，先生，其實有6、7厘好吸引啊。咁但係當然。即係要揀啲穩健收租嘅物業即係你睇到個租客用咗好多年㗎啦，不斷續租又續租咧，咁佢就相對穩定啲咯。同埋當然第二而家睇咧，點解咁高厘數啲業主都肯買咧？咁梗係有啲財政壓力啦，咁所以先肯讓出嚟。所以而家都係咁樣。而家有現金喺手嘅，其實就係好着數啊！而家執死雞㗎啦，執死雞。咁但係我哋睇翻啦，其實香港咧都最近接連都有一啲老店咧，佢係結業，引起咗都唔少關注啦。有人都話係咪關租金事咧？亦都有人話係咪因為消費模式改變咧？咁兩位覺得真正嗰個核心嘅問題係乜嘢咧？即係呢啲老店結業之後啦，舊區鋪位通常都會俾啲咩行業可能會取代佢哋咧？我講下先啦，我日日都接觸好多老店嗰啲老闆嘅。其實咧就好多店鋪結業咧，真係唔係因為租金嘅問題。以往租金咁高，仲繼續開分店添啦。其實而家咧，佢哋成日覺得就係個營商環境有少少改變咗。頭先我哋稱呼好多叫做老店，老店都起碼開咗60、70年啊，40、50年啦。其實嗰一部分嘅店鋪咧，其實佢本身經營嗰啲模式咧，都係比較傳統一啲嘅。就尤其是如果創辦人去到年紀大啦，要第2代、第3代去接棒咧，其實第2、3代佢未必用佢嗰個模式去做生意，又唔係太大興趣去守住佢嗰個老本業，咁就反正咧就覺得個經濟麻麻地咧，就不如選擇結業，就或者將自己用開自用嗰個鋪位就租咗俾其他行業類別去用，就咁收租好過。咁所以咧有時就唔係話因為個租金問題。咁佢自己本身經營嘅理念有問題啦，甚至乎而家講緊咧，營商環境唔係特別好，同埋競爭都比較大。咁即係大家都成日講啦，而家好多老店提供嘅服務又好，產品又好咧，其實你北上消費又好，網上購物又好，即係蠶食咗佢哋好多生意額，咁對佢哋嚟講比較不利。同埋另外仲有一個原因咧，佢哋都講得多，好難請人而家。即係香港而家你話想喺香港請翻本身香港嘅勞工去做營運翻佢哋嘅業務咧，係有少少困難。咁又唔係話太過願意即係招聘外勞或者其他嗰啲人士。咁所以都好多原因令到佢哋咧唔係好大興趣繼續經營落去。咁所以都近期都出現呢啲咁嘅問題嘅嚇。好。咁未來可能香港個零售生態會向住咩方向發展呢？一啲快閃店或者嗰啲主題市集會唔會係一啲新嘅形態呢？最近咧有好多大樓面嘅鋪位咧，反而有人租喎。咁咧就佢哋租嚟賣咩嘅咧？係賣嗰啲以前喺網上買到嘅物件，但係而家咧佢哋租咗啲大面積嘅實體店、體驗館，
生活館，俾佢哋去觸摸下嗰啲實物，或者體驗下嗰啲譬如家私台凳啊嗰啲咧。近期有啲一租就租700-8千尺，1萬幾2萬幾尺都有。咁另外有一啲咧就係嗰啲小物件啊，譬如家居常用啲小物件啊，杯杯碟碟啊嗰啲咧。咁其實咧就以往好多時我哋以前喺五金鋪買啊，或者上網買。咁而家咧就反而咧就市民大眾咧，你叫佢買嗰啲貴嘢奢侈品咧，佢就唔係好大興趣。但係反而咧佢就去格價邊度買到啲日常可以用嗰啲家居用品嘅嘢咧，佢哋就好熱衷啊！咁所以近期開多咗一啲咧，就係賣即係比較平價嘅一啲產品嘅一啲店鋪。第二咧就係佔用一啲大樓面嘅店鋪。咁仲有啲當然啦，佢係想打入香港市場啊嘛。即係頭先除咗講一啲平價嘅貨品咧，證券公司咧最近都好活躍啊，都有租一啲核心地區大面積嗰啲鋪位，就愛嚟將佢哋自己個品牌一路推廣俾就係香港嘅客戶啦。咁啊，爭取喺一啲大面積嘅地方提供服務啊，譬如你嚟開戶口啊，體驗下佢哋嗰個嗰啲資訊服務啊，咁咧又反而都多咗喎。咁當然第三種再多啲咧，就都係餐飲行業啦。餐飲咧就好多國內啲品牌咧就都仲係幾熱衷咧，就想將國內嘅品牌咧打入嚟香港市場。咁啊，所以一雞死一雞鳴啦。咁有時我哋成日聽到話有啲餐飲老店又結業，但係咧亦都有唔少新增嘅品牌咧，尤其是係國內嗰啲餐飲品牌咧，最近都係幾熱衷，都想係揾香港一啲即係餐飲嘅位置去一路拓展佢哋自己個品牌。咁所以近期都活躍咗一啲嘅，都係即係。我自己覺得香港嘅零售業啊、餐飲啊，其實就面對國內好大嘅挑戰嘅。我咧以前雖然成日有返國內開會，都係即係衝來衝去，都冇乜去內地消費過。咁最近就因為要處理屋企有啲事咧，就去咗寧波啊、上海啊，咁去過一啲新啲嘅商場行下，哇！發覺真係大開眼界即係我以前以為大陸嗰啲土過香港好多喎，好前衞啊！而家其實就啲產品佢嘅裝潢啊，佢嘅推廣手法啊。款式嘅多樣性絕對唔差過香港啊！肯定係啦，因為以前多數學香港啊嘛，香港同佢有差距啊嘛，咁所以大陸客嚟香港你就消費會比較多。即係我去佢啲超市，佢買嘅嘢同香港質素冇乜差別嘅啫喎。你要食靚嘅魚生又有，牛肉又有即係。品種又多樣化，即係佢陳列嘅方式都係好現代化好吸引嘅。咁變咗咧，你香港嘅優勢唔會因為淨係你喺香港你就有優勢。係啊，你一定要真係做得好過人，你先。佢所以而家北上消費咧，早期大家成日談論北上消費咧，有少少就覺得香港人唔啱喎，點解你唔留港消費，你要北上消費？但係講下咧，唔去嗰啲都去咗㗎啦。而家佢因為事實上你施生頭先講咧。因為國內商場其實咧，第一佢面積夠大，設計都好新穎，設計新穎，同埋佢有好多條例咧，同香港唔同。香港有好多消防條例、屋宇署嘅條例咧，限制得比較緊啲。但係國內咧，當佢要將一個大型商場鋪滿商鋪啊，搞宣傳推廣活動啊，嗰啲外擺嘅陳列展銷咧，佢係做得好精彩嘅。咁呢個咧就反而國內就即係喺經營大型商場咧，佢反而有個優勢。咁所以咧都近期都令到唔少即係北上消費呢啲風氣咧，都係繼續延續落去嘅。而家係所以香港咧其實係要創新，要改變。尤其年青嗰代，你話嗰啲老牌子下代唔做喎，買樓收租喎，呢個講得難聽啲，真係冇乜出息㗎啦。你而家要出嚟經營生意
你好過淨係收租啊嘛嚇。咁當然收租啊穩陣啲，但係你冇 add value 落去。做生意點解會賺錢咧？做生意嘅人係透過佢嘅管理啊、推廣啊，令到佢增值噶嘛。咁你收租點樣增值咧？咁所以收租係俾人哋去做生意。如果個個諗住收租，嗰個社會係唔會進步嘅。即係我去歐洲見到嘅情況就係歐洲嗰啲。唔係富二代啦，富三代、富四代嗰啲，佢哋亦都係有個通病，就係唔中意創業，唔中意做生意。佢寧願買債券、買股票。有冇中唔中意買樓收租我唔知啊，但係華人咧就中意買樓收租。佢哋咧就中意買啲投資工具產品嗰啲。佢都係經濟好搭下順風車嘅咧，佢唔可能自己淨係買呢啲股票啊產品啊，令到社會有太大進步。所以香港咧要多啲人真係諗住透過自己嘅努力去製造啲價值出嚟，唔係淨係周圍挨扮啫，靠黐啲即係順風車。社會好，佢又分一杯羹，咁咧就個社會就好難進步嘅。咁所以香港嘅零售業都要作改變㗎啦嚇，就唔可能固步自封，以為等好日子會嚟，唔夠人哋爭，好日子嚟嘅時候，人哋都好過你嘅。好，咁咧今日好多謝兩位咧，同我哋講咗好多由香港嘅一啲經濟情況啊，中美貿易戰後續啊，同埋零售生態等等咧，都講咗好多意見啦。咁我哋今集嘅時間差唔多，下次節目時間再見。